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Lady JJ 嘅日文教室。今日我哋要學嘅主題係超級實用嘅，就係點樣用日文去叫人幫手。我相信大家去日本旅行都識會遇到，想請人幫下手，但又唔知點開口。唔使驚，學識今日呢幾句，幫你下次一定用得着。叫人幫手，咁識人哋咁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Lady JJ。好，廢話不多講，我們即刻來學一個你去日本旅行一定會用得着的語法啦。OK， 你試想作下呢個情況，你而家喺日本，可能想揾人幫你開下支窗，又或者幫你影張相。呢個時候，你應該點樣開口，先至可以有禮貌，又聽起嚟好自然啊？冇錯，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解決嘅問題啦。好啦，我哋先由最基本的情況入手。如果我想請人做一個動作，如例開門啊、閂窗啊，用日文又應該怎麼樣講呢？嚟啦，核心句式就係呢個啦。首先，將你想對方做嗰個動詞轉做梯形，跟住呢就係後面加上くれ或者ください。誒，咁くれ同ください又有咩分別呢？我哋睇下呢一個例子，即刻明晒。左邊呢句叫我開けてくれ，用咗くれ係普通句，通常係長輩同後輩講嘢，或者係啲好 friend 好熟嘅朋友之間先會咁樣用。至於右邊呢句窓を開けてください，用咗ください就係禮貌句，基本上對住任何人，尤其是陌生人或者店員，用呢一個就失冇事，最安全。嗱，呢樣嘢真係好緊要噶，所以我一定要講多次提你哋。くれ嘅語氣其實係比較強嘅，聽落有啲似命令緊人做嘢咁。所以呢，為咗避免有咩誤會，除非你同對方真係 friend 到擔上，如果唔係，都係用翻禮貌啲嘅ください就最穩陣啦。喂，咁你可能會問，到底くれ係邊度嚟㗎呢？其實佢係嚟自動詞くれる嘅命令型。大家可以快速睇一睇呢個變位表。留意最底嗰行，見唔見到命令型就係くれ，咁樣你就會明點解佢個語氣會比較強硬啦。至於禮貌啲嘅ください呢，佢就係來自くれる嘅尊敬語くださる。同樣，我哋睇最底部行，命令型就係ください，所以呢，ください本身就已經包含咗尊敬嘅意思喺裏面，用起上嚟自然就客氣好多啦。好，係學識基本功啦。咁啊，今日我哋嚟個 upgrade，學個經濟版，俾你想表達更加嬉戲同委婉嘅時候用。個方法其實好簡單噶，就係喺我哋頭先學習嘅ください後面，再加一個否定疑問嘅嘛聲噶，咁樣就可以將一句直接嘅祈請變成一句好溫柔嘅問句。我哋要用翻開窗做例子啦，窗を開け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？意思就即刻變成唔知你介唔介意幫我開一開隻窗呢？你聽下個語氣係咪即刻微妙同劇氣咗勁多啦？呢句絕對係禮貌程度包燈嘅講法嚟噶。OK， 講完用動詞去請求，我們第二再轉去一個包你使用得着的場景，就是點餐。當你的請求是想要一樣嘢，即是一個名詞的時候，又應該點講呢？句式呢，其實同頭先爭唔遠噶，就係將想要點嘅嘢，即係個名詞擺喺最前面，跟住再加翻我哋學過嘅ください或者係ください。記住啊，名詞後面通常要跟住個助詞和噶。例如你想點2個漢堡包，普通講法就會係ハンバーガーを2個くれ。但係記住喺餐廳同店員講嘢，一定要用禮貌句ハンバーガーを2個ください，咁先係一個有禮貌嘅客人嘛。喂，其實呢，點餐的時候，除了ください之外，仲有一個字是超級常用又好禮貌的講法，就是用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我哋嚟個實戰啦下，想象下你一坐低可以同店員講，最初にビールを2本お願いします。意思就係首先唔該要2支啤酒，
最初に就係首先嘅意思，口語嘅。飲品搞掂，跟住到主菜啦。你可以接着講。それと、スパイシーなカレーを大盛りで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。それと就係另外仲有嘅意思。spicy なカレー就係辣咖喱，大盛りで就係要大份，最後再加個一つお願いします，唔該要一個。成句夾埋就係另外唔該要一個大份嘅辣咖喱飯，係咪好簡單呢？呢個係一個 bonus tip 嚟㗎，幾得意㗎。當你用お願いします點完餐之後，你好大機會會聽到店員怎樣答你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呢句係非常非常之禮貌嘅講法，意思大概係明白，馬上為你處理。咁你下次聽譯到呢句，就唔會成個呆咗喺度，知佢講咩啦。哇，真係學咗好多嘢喎。唔緊要，喺我哋完濕之前，孔爹仲要開開處等大家重溫一次今日嘅重點，幫大家加深記憶。好，大家記住呢幾樣嘢就得嘅啦。第一，用動詞叫人幫手，最基本就係用でください。第二，用名詞請求，好似點餐咁，可以用をください或者お願いします。第三，如果想表現得超級有禮貌，就可以用でくださいませんか。而最重要嘅規則就係對住長輩、上司或者唔熟嘅人，一定要用禮貌句。至於普通句でくれ，就留翻同你嘅好朋友或者屋企人講啦。最後留翻條問題俾大家審下。下次當你有機會去喺日本餐廳嘅時候，你會點樣運用今日學到嘅句式，好有自信咁點餐呢？希望今日嘅解釋對你有幫助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